Hello，歡迎光臨足球通，足球通全球耳波會友。呢一 part 我哋繼續跟進翻一啲比較新嘅歐洲球壇動態。首先呢，就係巴塞咧已經官方宣布啦，就係已經係簽咗洛迪克南迪斯。咁呢位世界冠軍隊長啦，就係將會以7650萬歐嘅轉會費啦，係從曼城啦加盟。呢個報價咧經過咗大概5次嘅拉鋸，大家啦就討價還價之下咧，就係達成咗一致嘅，咁同我哋嘅預想啦，其實都高咗唔少啦。咁我哋都之前講過好多次啦，洛迪已經30歲啦，加埋有個大傷啦，咁轉數啊，仲有攻防方面嘅嗰個覆蓋範圍咧，其實同之前高峰時代相比咧，都有咗好大嘅下滑。咁仍然都賣到一個咁嘅身價咧，我認為曼城都賺咗唔少噶啦。咁佢咧而家就接受咗背傷手術啦，咁應該唔係一個大手術啦，大概9月份啦就將會復出，亦即係話咧季初嘅時間啦，佢都無緣啦係為巴塞披甲嘅。咁其實我之前都睇咗一啲西班牙嘅報道啦，佢哋本土嘅一啲嘅記者咧，或者係啲傳媒人啦，都有討論到洛迪嘅呢個轉會嘅。有好多人咧都認為咧呢一個轉會對於巴塞嚟講咧唔係咁必要。咁個原因咧，主要因為係貴啦，7000幾萬嘅身價啦，咁買一個咧就已經係超過30歲嘅老將。咁然之後就呢個係一個主要原因啦。第二咧就巴塞本地嘅媒體都認為咧，其實而家球隊嘅中場嘅配備咧係夠用嘅，即係好似帕迪啊、加維啊呢啲丹尼奧莫啊都冇走到。咁另外仲有一個新進嘅新星咧，就係呢個貝努爾啊，或者叫貝拿爾啦。咁其實亦都係咧就巴塞本地好睇重嘅一個新星。咁其實佢嘅踢法啦，仲有個位置方面咧，都喺中場咧同阿洛迪有啲重疊嘅。咁此外咧就受傷嘅法蘭基迪莊啦，咁而家只係受傷啫，未復出。復出咗之後咧，其實亦都係可以踢呢個防中啦、hold 波呢個環節。所以其實佢哋認為咧就洛迪嘅加盟咧並唔係一個最好嘅或者最優化嘅選擇。呢個係佢哋嘅認為啦。咁大家自己點睇咧？咁就個人有自己諗法啦。咁我覺得其實如果對於巴塞嚟講咧，最大嘅作用咧，簽咗洛迪咧，就係打亂咗皇馬嘅部署咯。因為皇馬本來係佢同佢傾先噶嘛。咁而且皇馬我相信摩連奴都係喺心目中有一個咁嘅中場嘅位置留俾佢嘅。咁但係咧而家就俾死對頭巴塞搶咗。咁我覺得呢個可能係呢單轉會當中其中一個好有價值嘅一個原因啦。咁但係你話如果踢法嘅話咧，洛迪去到西甲嘅話，逼搶啊同埋對抗上面嘅要求啦，同英超相比可能會有所下滑。即係對於佢嗰個身體方面嘅要求會跌啲啦，咁佢亦都可以相對係好應付啲。咁但係咧，即係始終佢已經過咗30歲啦，咁同埋佢自己本身嘅傷患咧，其實都有嘅。咁所以即係可以捱到幾耐啊？能唔能夠有一個健康嘅身體狀態面對成個賽季咧？咁呢方面咧，我係擔憂啊。反而你話踢法上邊啊，對於球隊嘅貢獻啊，仲有就係技術能力方面咧，我就唔懷疑嘅。呢個冇乜問題。咁只不過就係話佢可唔可以有一個完整嘅身體狀態面對住巴塞嘅3線作戰？呢個成個賽季咧，咁呢個我覺得值得咧，就大家去留意啦吓。咁跟住巴塞仲簽咗咧，就係簡些路嘅。咁本來你話租借嘅，後來咧就都唔使租借噶啦，因為咧其實佢就簡些路已經同沙地阿拉伯嗰邊咧係傾掂咗嗰個合約問題啦，而家已經係一個自由身球員。咁佢將會自由身咧就加盟去到巴塞。其實佢之前咧曾經2次咧租借咧係去過巴塞嘅，一次咧就係巴塞向曼城租借，當時嗰陣時佢仲係曼城球員，後來佢轉咗去沙地阿拉伯希拉爾咧，就向希拉爾租咗一次。咁跟住咧，其實發覺佢同希拉爾之間，希拉爾當時嘅主教練仲係斯蒙尼恩沙基啦，一路都係相處得唔好嘅。咁所以球隊咧都冇幫佢點樣去即係報名啊，又或者係有佢嘅位置啦。咁而家希拉爾嗰邊嗰個外援名額用晒啦，咁所以其實佢咧已經同嗰邊嘅球會咧就傾掂所有嘅解約問題啦。咁今次咧係以自由身咧係免費咧加盟巴塞。咁呢個簡些路咧就世界杯期間你見到佢喺葡萄牙都有上場嘅喺右邊，但係咧其實大家要注意翻啦，佢喺巴塞踢得好咧係踢左閘，佢係右腳踢左閘嘅。咁如果你擺喺個右邊咧，其實佢個發揮反而係冇咁好嘅。咁當然咧葡萄牙國家隊咧，阿文迪斯已經踢喺左閘啦，所以佢搶唔到嗰個位啊。咁焗住踢右邊，右邊其實個表現咧相對嚟講係普通啲啦，同埋平庸啲咯。
咁啊，上季佢喺巴塞咧29場波啦，係有3個入波6個助攻啊。咁呢個數據我覺得以一個左閘嚟講咧，都係算係唔錯噶啦。跟住咧就講下 B 費啦，咁而家咧就有消息話咧佢同曼聯啦就傾緊續約嘅。咁其實老實講啊，B 費嘅續約問題咧唔係而家先有噶啦，一路其實都有啲傳聞啦，同埋都有報道啦，話佢同球會傾緊。咁亦都有消息話咧，其實最近一次嘅傾談咧就係和咗嘅，因為咧曼聯俾佢嘅加薪咧就個幅度唔夠大，呢個係有啲報道啊，係咪真係唔知道啦。咁總之咧就係而家仲再傾緊啦新嘅合約嘅一啲細節啦。咁佢而家呢份 contract 咧去到明年嘅呢個時間咧就終結噶啦。曼聯咧就仲有1年嘅一個 extend 嘅一個叫做權力啦。但係咧佢而家31歲，如果再續約嘅話咧，估計可以再簽到去34歲咁上下啦嚇。咁即係話B 費咧其實都係曼聯比較倚重啦，同埋覺得喺而家呢一個叫過渡期啦，係不能夠失去嘅一個核心。咁呢個我諗大家都同意啦，因為佢上屆嘅表現係非常之好啦。咁31歲又唔係一個非常之過晒氣嘅年紀，仲有一啲嘅溫度咁樣，都可以再去俾佢發揮施展。加埋 B 費嘅體能啊，仲有應付幾線作戰嗰個能力都係好高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喺呢個時間，無論係曼聯嘅管理層又或者係卡域克啦，都唔會輕易咧放走佢嘅。咁啊 B 費嘅薪水咧，而家大概一個即係周薪咧就係30萬磅左右啦，可能會比阿拉舒福特輕輕低少少啊。咁即係按道理，以佢而家球隊當中嘅地位啦，仲有各方面嘅平衡咧，其實佢應該係最高人工嗰個先啱嘅。所以咧，我覺得如果你話即係對於 B 費嚟講，再續約嘅話，我覺得會去到35到40萬之間咧，可能就會合理啲啦。即係對於 B 費嘅嗰個地位啊，仲有對佢肯定啊，同埋倚仗度，都喺個人工上面會有一個反映啦。咁所以咧，我覺得就係即係呢一個空間咧，佢應該係接受嘅。咁有啲人話喂，土耳其嗰邊加拉塔沙雷出到亦都係30幾萬磅喎，因為土超咧就冇稅嘅，免稅。咁即係對比翻英超嘅實際嘅嗰個收入咧，可能你喺土超揾食咧會多1倍嘅。咁但係我覺得佢唔會去咯，因為如果要去嘅話，之前舊年嘅定係幾時咧，沙特阿拉伯都出到咧70萬磅一個周薪去揾阿 B 費，佢都冇去到。咁即係其實佢唔係話喺呢個階段咧，佢唔係完全睇錢啦，又或者佢未到嗰個年紀啦，可能佢去到沙拿咁樣34歲，咁佢可能會去到中東啊或者其他地方揾食。咁而家咧，我相信佢都仲係會喺曼聯啦就留低，所以我對於佢嘅續約咧，我覺得係比較有信心。我認為佢會以一個即係球隊當中最高薪嘅一個姿態咧，同曼聯咧續多1-2年咁嘅一個合約咯。咁就跟住再咧就係門將方面咧，鈴木彩艷啦，其實都幾戲劇性啦。之前已經報道過啦，話佢已經轉咗去巴黎噶啦，但係最後時間咧，巴黎咧同佢之間又即係談崩咗。個原因咧就係因為鈴木彩艷嘅經理人團隊咧突然間係增加咗個 commission 嘅要求，咁咧就令到巴黎接受唔到，咁所以咧巴黎喺最後時間咧就 cancel 咗呢一單嘅交易。咁最終咧佢而家咧就即將會加盟維拉，即係唔係去法甲啦，係踢翻啦就係踢英超，咁啊踢亞士東維拉咁樣。咁維拉咧就處理緊咧同呢個佢哋嘅門將啦馬天尼斯嘅問題嘅。馬天尼斯咧其實諗住租借去祖雲達斯啊，咁啊當然啦係租借加買斷嘅，個價都唔係好高嘅啫，因為都30幾歲啦。咁但係咧最後咧祖雲達斯又反悔，因為佢覺得馬天尼斯嗰個手指啊無名指嗰個有骨折啊，有啲傷患嘅隱憂啦咁再加埋咧祖雲達斯亦都唔係好接受得到咧嗰個基礎報價，所以咧就馬天尼斯喺而家呢一個 moment 咧係轉會唔到去祖雲達斯。咁但係即便係咁都好啦，維拉都決定咧引進咧鈴木彩艷，咁啊從帕爾馬咧係即係將佢咧就係買入，咁大概嗰個新嗰個轉會費咧係3000幾萬左右，咁亦即係話咧佢如冇意外咧就將會成為維拉一個咧應該係正選門將啦。咁啊馬天尼斯咧可能慢慢咧就會移居咧後備啦。咁呢個即係佢會唔會再走咧去轉會其他球隊咧？咁而家維拉仲揾緊，咁但係鈴木彩艷咧應該係維拉所睇重嘅一個咧就係門將人選。咁啊祖雲達斯嗰邊咧就冇要到馬天尼斯啦，就轉移啦就租咗啦域卡里奧。域卡里奧啦嚟自熱刺啦，咁過去嘅幾個賽季都係熱刺嘅正選門將，29歲啊，咁亦都唔係好貴啊，860萬磅嘅嗰個非強制性嘅買斷條款咁樣。
咁就即係祖雲達斯咧就決定啦，重拾翻自己一個堅定嘅防線啦。咁啊，從門將開始啊，域卡里奧咧其實一路都正選嘅龍門嚟嘅熱刺當中，但係咧就自從上季尾新嘅領隊過咗嚟之後，迪沙比啦，咁就冇用佢啦，寧願用啦堅斯基啦就做即係正選龍門啦。咁今季又引進咗即係老門將嘅杜布夫卡，咁所以咧其實佢嘅位置咧堪憂啊。咁而家咧轉去祖雲達斯翻去意甲效力咧，其實都係一個咧唔錯嘅選擇嚟嘅。咁啊，祖雲達斯仲買咗一個咧就係中堅嘅，除咗門將之外啊，28歲嘅哥倫比亞嘅世界盃後衛咧盧古美，盧古美咧就一路都踢緊意甲，喺博洛尼亞踢咗都有4個球季啊，2022年到而家出場咗152次，咁啊上季有一個助攻一個入波啦。當然佢做中堅咧就唔係以呢個大都侍衛咁嘅角色見長嘅，更加多咧都係穩固啦，同埋即係個轉數快啦咁樣。喺哥倫比亞其實佢都係不二之選啊。咁啊，我覺得佢亦都係有意甲嘅嗰個經驗啦。咁同祖雲達斯之間都好熟悉，咁所以咧史巴列提引進佢咧，應該都係睇中咗佢嘅穩定性嘅。咁對於祖雲達斯新賽季嘅防線嘅改造咧，應該都係有唔錯嘅作用。跟住呢個咧就係迪亞高摩利拿啦。迪亞高摩利拿咧就係比利時嘅國腳啊，咁啊可以踢2個邊閘嘅嗰個位置嘅，而一個都幾高嘅身價咧，係從史特拉斯堡咧係轉咗去 AC 米蘭，佢係4500萬歐加2000萬歐浮動，即係總共如果攞晒嘅話咧係6500萬歐。呢個22歲嘅摩利拿咧，我就對佢唔係好熟悉啦。世界盃咧佢就上咗一場波啫，上一場咁大把，其實都嚴格意義上嚟講啦，上咗半場啦，就係對住塞內加爾嗰場32-16嗰場波咧，佢係60分鐘上場嘅。咁但係上場之後咧，球隊就即係反勝啦，即係從落後0-2啦，再追到2-2，再去到加時咧係贏3-2，係嗰場波佢上一場嘅啫。咁我對於佢嘅表現又唔係話好有印象啦，因為嗰場波當中，我覺得最重要嘅關鍵球員都係盧卡古啦，特別係泰利文斯啦。咁呢位摩利拿點解會值咁高嘅身價咧？咁仲要 AC 米蘭，AC 米蘭即係以前就唔係一隊有錢球會嚟嘅。咁但係新老細換咗之後，而家阿摩廉過咗嚟之後咧 ，AC 米蘭嘅動作係好多。咁大家見到咧，其實中鋒亦都引進咗巴黎方面嘅呢個干扎路拉莫斯啦，咁仲有呢個拉素嘅中堅啦，呢個舒拿啦等等，其實都引進咗，加埋而家呢一個6000幾萬，如果計埋嘅話咧，大概都去到1億5、6左右啦。即係以 AC 米蘭嚟講咧，喺今季嘅億幾嘅引進同埋投資咧，其實算係非常之多噶。咁即係呢個阿摩廉過嚟之後咧，一路都好喺度抱怨緊啦，就話米蘭嘅人腳唔夠啊，即係點樣水準唔夠啊，即係球員個質素又唔得啊咁樣。咁啊買咗3個大嘢，咁但係有一紮人咧，成日都話清洗，到而家都冇清洗到啊！好似咩杜摩尼啊、尼昆古啊嗰啲啊、艾斯杜賓南啊，都冇，都仲喺球隊當中未離隊。仲有啲傳聞嘅，好似利亞奧呢啲咧，其實都喺球隊當中。咁上一場嘅熱身賽咧 ，AC 米蘭係贏咗曼聯嘅，但係咧我都講咗啦，其實熱身賽嘅成績啊比數咧係冇意思嘅。咁一個淨係識踢3中堅嘅領隊過去執教 AC 米蘭咧，我覺得最受影響嘅、最大犧牲嘅都係邊翼球員噶啦，即係好似利亞奧呢啲咧，我覺得係一定係冇發揮機會嘅，因為阿摩廉只會重視邊閘嘅啫。如果你係邊鋒嘅話咧，你係根本上揾唔到自己位置。好似曼聯嗰陣時，佢一過到嚟，無論你新組拉舒福特，又或者好似呢個加拿祖，全部都係即係會係處於一個邊緣狀態嘅，係嘛？所以咧，我覺得即係阿摩廉過去 AC 米蘭夾硬強行推呢個3中堅嘅話咧，最終嘅結果咧，我覺得都係適得其反嘅。咁至於呢個摩利拿咁鬼貴嚇，過到去之後有冇好嘅表現咧？咁其實我自己都唔係咁睇好嘅。你睇下人哋國米買咗嗰個史賓斯啊，史賓斯都係英格蘭國腳啊，係嘛？亦都係可以踢左右兩邊嘅邊閘入，甚至乎進攻啦。佢都係3000幾萬啫嘛。你呢位摩利拿嘅話係4000萬再加2000萬浮動，我覺得嗰個轉會費太高啦。跟住咧就係西班牙呢邊啦，馬體會咧同呢個積臣啦扯上關係。咁啊，馬體會因為咧就艾華利斯走唔走而家唔知道。有消息話唔走，咁但係最終咧巴塞亦都冇放棄到，即係到而家呢個 moment 咧都未知道到底中鋒咧係即係會唔會有一個引進。咁此外咧仲有就係舒洛夫啦，亦都係咧受傷，
咁所以咧，斯蒙尼咧就覺得中鋒呢個位置咧似乎係有需要補強。咁而家咧就瞄準咗咧車路士嘅叫做副居啦，就係呢個尼古拉斯積臣。佢咧25歲，咁大家都好熟噶啦，踢過車路士啦，西甲都踢過喎。喺幾年前咧踢過維拉利爾啊，咁啊其實喺踢維拉利爾啊、踢車路士啊，包括上季係租去拜仁啦，佢入波數字都有雙位數嘅，12個波係嘛？喺車路士入24個波，拜仁亦都入咗11個波。但係即係大家睇波啲人總係覺得呢位老友個把握力啊，同埋嗰個射門嘅效率係比較低，入波就唔係少嘅，但係咧好似要浪費好多次餐屎先可以入到波咁樣。所以其實就個印象就唔係幾好啦。咁而車路士對於佢嘅報價咧，仲要唔係低喎，報6500萬鎊。咁所以咧，我覺得馬體會都冇咁蠢噶。即係如果係要羅致嘅話咧，可能都係租借嘅啫。我覺得唔會即係買斷啦。跟住咧就係安斯素啦，巴拉圭嘅中場核心。咁咧佢就已經係轉會去到咧就葉士域治啦。佢亦都係從史特拉斯堡咧離開嘅。咁史特拉斯堡係車路士嗰啲叫做所謂附屬球會啦，可以講係啊。咁咧佢嘅轉會費咧就3050萬歐，呢個價咧其實已經創造咗啦巴拉圭球員嘅歷史最高身價啊。咁啊今年22歲，其實佢亦都踢過英超嘅。喺2025年嘅時間啦，白禮頓啦係將個租借俾咧就係葉士域治踢咗短暫嘅時間啦。咁上季咧其實佢喺斯特拉斯堡咧42場波啦係12個波9次助攻，非常之唔錯啊。世界盃期間佢亦都係咧巴拉圭嘅即係中場絕對核心。成隊波當中，對到個個都防守啦，仲係得佢啦，同埋咧就係即係隔籬艾馬朗啦，就係叫參與進攻啦。咁佢嘅中場嘅組織啦，仲有對抗力咧，其實都非常之唔錯。咁啊，新賽季咧，佢將會跟阿雲林柏特揾食，睇下葉士域治咧可唔可以咧就幫呢隊咧就升班馬啦，就係成功護級啦。跟住咧就係有賓福特呢邊啦，就即將會羅致啦，就係左閘嘅馬利克迪奧夫啦。咁啊，迪奧夫咧就係今年22歲啊，塞內加爾國腳。佢上季咧就喺韋斯咸踢波啦。咁喺韋斯咸亦都係其中一個咧係比較優秀嘅閘位球員。身材咧就係非常之健碩啦，咁亦都有上落速度啦咁。咁佢亦都唔平嘅，4000萬英鎊。4000萬英鎊啦，就韋斯咸再走一件大嘢啦。韋斯咸今年咧就已經降班啦。咁啊走咗幾個即係叫做比較貴價嘅球員啦，好似中場嘅費蘭迪斯啦，就去咗熱刺8500萬鎊。咁啊，另外咧就係森馬維啦，就去咗咧就係沙地阿拉伯揾食啦。呢兩個人咧都係貴價6000幾萬，加埋8500萬，再加而家呢個迪奧夫咧，亦都係4000萬鎊。咁啊，總共嘅收益咧，我諗都差唔多接近2億啊。呢個韋斯咸咧，即係都有唔錯嘅即係賺頭啦。不過就係降咗班啦，降班之後咧，重新諗辦法啦，就希望可以上翻嚟啦。咁啊，佢哋嘅韋斯咸嘅領隊冇變到嘅，都仲係紐勞嘅啊。咁但係人腳上邊咧，估計咧就面臨重組啦啊。優質資源咧好多都要離開啦咁樣。咁而賓福特咧，其實就上季好多人都覺得佢哋會降班啦，走咗唔少人。咁啊，教練就走埋咁，但係又發覺都唔係，新嘅領隊咧就係阿基夫安祖斯啦，係能夠將隊波帶到去啦，就係10名左右，都踢得唔錯啊。咁所以佢哋都係一個務實嘅踢法啦，同埋防反嘅堅守者。今年咧，其實都有唔錯嘅比較穩健嘅引進，除咗啱啱講過啦，就係迪奧夫之外咧，防中呢個位置都引進咗啦，就係辛加利啦。呢個辛加利唔係森林嗰個，係法甲朗斯嘅呢個馬里國腳啊，馬道辛加利啦，係值4800萬歐嘅。咁亦都咧創造咗啦，今屆咧係賓福特嘅嗰個隊史嘅叫做引進嘅紀錄。咁啊，佢加埋啱先講過啦，就係迪奧夫啦，已經啦係差唔多接近1億嘅嗰個投入啦，咁亦都係希望喺來季咧有更加穩固嘅英超成績啊。好啦，咁啊，我哋今日咧簡單就講住呢啲先啦。遲啲有啲咩最新嘅轉會動態咧，會同各位繼續咧就係密切跟進嘅。咁啊，多謝各位會員朋友嘅支持啦，同埋贊助啊。咁我哋去到週末嘅時間，英超開鑼啦，係繼續有咧就係聲音嘅導航啦，同大家分析翻啦就係新賽季嘅英超嘅一啲展望啦，同埋當晚嘅啲預測嘅。咁亦都感謝各位會員朋友，感謝各位咧就收睇啦，同埋like啦，仲有 share。咁我哋下一條片咧同各位再傾過啦。